智慧型手机的代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哦，智慧型手机，大家拢有嘛，对吧？吼，刚在问诶，你手这边的答案是点控手机啊，来，咱用手来点，哇，是不是啊？点者伊就开，点者伊就开，刷者伊就会刷，安尼意思对吧？所以我的答案是点控手机啊。哦，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巧手机啊，因为智慧嘛，智慧就是巧。所以巧巧的手机啊，逐项拢会晓有无？因为咱台语词吼，足侪是甲动作有关系。咱名称甲华语上无共款，就是台语拢会用动作来号这个名，所以点控手机啊，应该是对的。我刚才想讲啊，手机啊，因为我讲智慧型手机嘛，智慧嘛，智慧就是巧啊。就复杂的啊，智慧型手机啊，有人讲的是巧手机啊，是安尼讲呢？因为啊，伊的功能足侪啦。你看，你会用手机啊，创啥？会查资料嘛，还会听音乐嘛，你会让你买物件嘛，吼，纳税嘛，吼，功能足侪，所以讲伊足巧，足有智慧的，吼。啊，嘛有人讲，因拄则讲会当安那触控嘛，吼，所以讲点控手机啊，嘛有人讲，安做出来的结果，巧手机啊有58.48%的人选。啊，点控手机啊是41.6%的人选。